阿德係副班長，佢為人和善，做事中意穩打穩紮，做完一樣嘢先會開始做下一樣，但係就比較健忘，成日都搞錯咗人哋拜託佢要做嘅嘢。阿德正直善良，仲好中意幫同學添。但係阿德有冇記性，所以我哋班同學有時就唔係太相信佢講嘅嘢，就好似上次阿德話小息一齊打波喎，你去唔去啊？佢係咪真係會嚟㗎？佢成日都唔記得咗約咗我哋。上數學堂嘅時候，今日嘅作業淨係做單數題目。哇！等我快抄低先，如果唔係會做錯題目啊！咁少功課我實記得啦，唔使寫低啦。當日晚上， Hello， 阿德，我想問數學作業要做邊幾題啊？我記得淨係做雙數題目就得噶啦。唔該晒啊，阿德，聽日見。唔使客氣，拜拜。第二日，阿德夢夢，尋日嘅作業我話要做單數題目，你哋做咩做咗雙數題目噶？你哋要補翻做單數題目，知唔知道？我知道啦。上體育堂嘅時候，各位同學集合，下一堂體育堂原本係打乒乓波，不過而家改為游泳訓練，所以大家記得帶泳褲啦。下堂玩水，冇問題，我記得下堂帶泳褲啊嘛。但係我冇泳褲喎。咁你快啲叫你媽咪同你去買泳褲啦。話咁快到咗下堂體育堂，喺邊度呢？搵唔到嘅。阿齊，你到底喺度搵緊啲咩啊？哎呀，我明明有帶㗎。我記得今日要上乒乓波堂啊嘛，我帶多咗塊球拍可以借俾你喎。唔係啊，阿德，今日改咗做游泳堂啦，要帶泳褲喎。哎呀，我真係唔記得咗啊！我冇泳褲喎，點算好啊？不如你打電話返屋企，叫你阿媽攞條泳褲俾你啦。都好喎，等我叫媽咪帶多一條俾你先。喂，媽咪，阿齊同我都唔記得咗帶泳褲上堂啊，你可唔可以拎俾我哋啊？唉，你又唔記得老師同你講嘅嘢啊？好啦，我即刻攞過嚟俾你哋啦。唔該晒你啊，媽咪，我下次會記得帶噶啦。唔緊要啦，快啲去換衫去游水啦。耶，有泳褲咗啦，唔該阿德。小息嘅時候，阿德，你記住我哋約咗聽日放學去玩啊。我記得，聽日見。你約埋阿德去玩啊？係啊，聽日一齊去公園啊。阿德成日都冇記性，好快就會唔記得咗約咗你噶啦。唔會啩？
去玩喎，阿德一定實記得啦。係啊，有一次我約咗佢去補習班，佢都唔記得咗嚟。之前雷霆約咗阿德去清水灣游水，點知阿德記錯咗，去咗淺水灣，搞到雷霆佢嬲咗好耐。阿德聽日可能又唔記得咗噶啦。其實佢都唔想噶，等我聽日小息再提下佢啦。Good idea！我聽日放學再提多佢一次先。hey，阿德，你記唔記得約咗我哋一齊去公園玩啊？哈哈，我今次有寫得喺記事簿，所以記得啊。不過都好多謝你哋提醒我啊。你諗到方法幫自己記嘢，咁就好啦。我哋快啲執好書包一齊去公園啦！呢套漫畫短片係由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佢哋嘅家長、專業配音員同埋香港耀流協會嘅職業治療師同社工共同製作及配音。希望透過呢段影片，令公眾人士對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兒童嘅特質同埋所面對嘅挑戰有多啲嘅認識。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ADHD 係一種神經發展障礙，會影響到我哋嘅專注力、活躍程度以及控制衝動嘅能力等等。有啲 ADHD 嘅同學亦會喺工作記憶嘅能力上出現困難，難以記住資料或者指示，亦會容易忘記需要完成嘅工作以及同朋友嘅約會，經常俾人一種冇記性嘅感覺。除咗影響學業之外，亦會影響同朋輩嘅關係。好似喺短片入面嘅主角阿德，佢就會經常記錯老師嘅指示，亦會忘記同朋友嘅約定，容易令人覺得佢冇交代同埋唔重視其他人。喺現實生活入面，有啲 ADHD 嘅小朋友亦面對同樣嘅挑戰。要幫助 ADHD 小朋友提升工作記憶能力，可以提醒佢哋習慣複述資料，亦可以用唔同嘅記憶方法整理資料，例如聯想法、故事記憶法等，然後喺適當嘅時候重溫以記住資料。同樣可以善用工具幫助自己回憶資料，例如咪簿紙、記事簿等。喺現實生活入邊， ADHD 小朋友亦會用唔同嘅方法嚟幫自己記住重要嘅事情。除此之外，家長亦可以多啲欣賞小朋友正面嘅特質，就好似片中嘅主角阿德，佢為人和善，見到阿齊帶漏嘢都會主動幫助同學。其實每個孩子都係獨一無二㗎，每個孩子成長發展各有不同及需要，亦有個人嘅優點同缺點。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只係佢哋其中一個特質。佢哋同時具創意、想像力豐富、具靈活彈性、愛冒險及發掘新事物。當我哋更加認識孩子嘅個性特質，發掘同培養佢哋嘅興趣同強項，同時了解佢哋困難嘅背後原因，循序漸進咁教導同協助佢哋以長補短，發揮才能，繼續接納、陪伴同守望佢哋。